望今日嘅陸運會可以順利咁樣完成啦，同埋希望各位同學都以住呢個友誼第一、比賽第二嘅心態去參與各項嘅活動啦。你坐呢度緊張，希望大家一切順利啦！今日嘅運動建議大家凱旋歸來啦，攞到佢想攞嘅獎牌。好緊張，加油！過到你紀錄 ，YCK， 耶！我頭三，100欄攞第一，跟住100米攞頭3。做到3個項目 PB 咁即係 PB 即係中國人最佳成績啦。咁嗰3個項目係200、400、300條咯。全科第一，8000都第一啦。好，加油！希望喺3名之後，希望400欄可以成功搞自己目標咯。好開心。好啦。最後一年竟然唔係喺灣仔咁樣，覺得有啲可惜咯。攞冠軍，盡量過紀錄。5B 睇住你啊！睇完 5B 有啊。拜拜。